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9月初8，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今日佫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武汉肺炎的患者，另外佫加一层天狗热的病例，患者是住伫咧桃园市内。嘉义市卫生局昨伫市议会提案要修改治治条例，别日若猪肉检验出正肉种，就会罚金处分。文化部第二批纸票印刷的夜放券计共60万份，李英特部长今日已经公开抽出有通得奖领券的人选。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佫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这是今年20几岁，长期间拢伫咧法国做头路的女性。虽然法国的医师本地判断伊是流行性感冒，不过当事人入境的时候主动通报。目前病例总人数计共是495个。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届新的说明。他长期在法国工作。那今年的9月6日独自返国，那个案是在8月10号开始出现头痛肌肉酸痛的症状，那在当地有就医那诊断是感那服药是有症状有改善。9月6号返国入境的时候，那因为有症状，所以有主动这个检疫人员通报。那在机场采检后，那住在这个集中检疫所，今天确诊那目前所知的是，个案在搭机期间跟入境后都有佩戴口罩。那他的这个同班机的接触者目前匡列32人。今仔日也有个新增加一站天狗热的病例，患者是住伫桃园市内，近来拢毋捌出着国，一个19岁的少年家。目前判断是和进前探病网伫龟速社区范围内就近生炭所起因。卫生局也加强巡查各地头积水生网桶的情形，有的民众脚鞋啊无平、无长、无倒壳，即阵已经有开始处分了。台湾新增加一个本土天狗热的病例，是桃园市桃园区19岁男性，初步推测感染地伫咧徛街，还有补习班等等的所在，那就甲桃园区本土群聚案件有关系。为着预防疫情继续伫探，卫生局已经针对个案徛街，还有活动地进行化学的封治、探病网密度调查，还有探病源环境的清洁。这个个案呢是中盛里19岁的少年，那最近没有国外的旅游史，他在8月29号的时候有出现发烧跟肌肉酸痛的一个症状，那经过载集检体送验，在9月6号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研判确诊。根据统计，目前天狗热的个案总共79例，大部分是境外移入的病例，以印尼、菲律宾、甲越南等等东南亚国家感染上多。其中16例本土天狗热病例，15例住伫咧桃园市，大部分是桃园区中安里的群聚个案，1例是住伫咧新北市。有15例是桃园区的本土案件，有10例的部分呢是我们在长安里做这个社区健康监测抽血站的时候，去发现无症状的这个民众。卫生局表示，会加强探病源的巡查，民众若是无主动处理好，来甲会积水的容器摒掉，地属三成探病网也是有糖。经过查核发现，会处罚3000块至15000块的罚款。记者也是妨碍防疫工作者，依法会当罚6万至30万的罚款。目前已经处罚7件，也有10公件伫咧裁罚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昨暗透暝，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公告散卖食品成分记载规定修改草案。照看散卖猪油是免写明对倒一国出产，不过早起陈时中部长讲这是暂时预告尔，过来还是会尽量全面性要求记载说明。当然有染着猪油的中秋饼、葱仔饼原料的来路，嘛就要写好详细。参加活动感谢疫情期间付出行动的志工，卫福部长陈时中随忙笑笑啊，不过最近爱面对的问题真多。消署官方网站切暗时11点公告预告山庄食品标示规定第5点的修正草案，内容维持猪油山庄原料免标示出产国。甲陈时中第一日回应讲，若是有用到猪油，大家标示的讲法无同。是预告嘛，哈，那基本的架构，我还认为朝向要标的一个方向来进行了哈。不过我们要跟各个相关的团体
起来做一点沟通，了解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但是中强调讲，即马个也搁伫咧预购期间拢会当修改，希望未来就算是月饼，也是葱仔饼等等食品有用到猪油做原料，嘛拢全部爱标示，互消费者会当安心选择。啊，若是安怎经伫咧暗时偷偷公告，但是中马体是有数背会，认为讲敢若是行政作业的问题。就礼拜六不是在这边开了记者会，跟大家都报告过了嘛？我想有一些相关的文字，大家需要把它再确认嘛。哈，行政作业上我们总是谨慎一点啦。不过事前都跟大家都很清楚的报告过了嘛。外界指讲，台湾使用 ppm 来做单位，唔是使用国际食品法典当中使用的 ppb， 安尼敢是较有出现争差。但是中表示，大部分的国家拢是用 ppm， 啊，若是国内95%以上的单位嘛，拢是用 ppm， 所以延续内容。记者综合报道。这回开放美国猪肉进口引起一寡民间团体出来反对。你像过去因为台湾加入 WHO、WTO 开放进口白米，所以去放炸弹提醒社会。杨如文先生就主张讲，美国猪肉就要伫外包装记载警告的言辞，提醒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嘛有囡仔的妈妈是讲，望政府就唔通出卖下一代的未来。不办出政府特别开放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有顾国民的健康，嘛无经过国会审议。民间团体大声喊口号来抗议，带查某囝来参加记者会，妈妈烦恼讲，政府表示营养午餐袂用美国猪肉，啊，毋过囡仔送去幼儿园、托育中心，也是带囡仔的人引导，敢会当保证绝对袂食到，所以坚决反对讲开放进口。不要只是为了 GDP 利益交换，就把我们孩子的未来出卖了，好吗？若是供应鼎泰丰等等真有名品牌猪肉的牧场负责人柯春豪嘛出面指出，过去国内就有人偷用3肉精，猪的死亡率明显有较悬，无法度接受政府讲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袂影响人体健康。猪啊吃了1个月哦，死亡率猝死的死亡率这么高。爱讲迄猪啊，政府甲我讲迄无代志，我甲国会报告，迄绝对好笑的就对了。当年反对台湾加入去 WTO 抗议要进口国外白米的白米炸弹客，杨如文是要求政府，若是无国反对要来进口，应该伫咧美国莱克多巴胺的猪肉甲产品顶管加警告语。它是会导致身体出现疾病的，就是你要在包装上面加注警语。我觉得你要就公平竞争嘛。中华基督教的理科医师钱建文表示，国际之间有关莱克多巴胺对囡仔的研究也是无够。伊烦恼讲，若是有下过囡仔食莱克多巴胺的猪肉，敢是会引起后续治疗的负面影响。这寡拢抑阁唔知影，认为讲台湾应该采取更较严格的后面标准，莫互囡仔承担更较大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嘉义市卫生局长大声提头伫市议会临时会提案，要修改市内自治条例。别日若猪肉检验出瑞克多巴胺这款正肉精，就会罚金3万到10万。台南市和高雄市国民党议会党团等讲同款要提案，看来中央甲地方标准要协调好一致，就要搁费一番的心神。嘉义市卫生局9月7日在议会临时会提案修正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未来只要嘉义市有检验出猪肉带净肉精，就算有下中央一型受体素的安全标准，也是要按自治条例罚3万到10万。按算后礼拜进入2读、3读，加做头一个修法的关系，要为市民的健康把关。我们最重要的立场就是捍卫国人的健康，而且要为食安来把关。我觉得这也是人民对政府的期待。如果这个食安没有办法为人民把关的时候，人民一定会对政府是失望的。另外，台南、高雄的国民党议会党团也准备提出修正案，以自治条例来限制美国猪进口，但安尼就和中央和地方的管理互相无一致。台南市议员就主张要照宪法保障人民生存权，申请司法院解说。我们希望把食安自治条例定得更完善、更严谨，定下法则。议会通过了，阮希望会当申请司法院解释，安尼甲袂去中央交地方乱来乱去啦吼。国民党党员地方代表要修各县市的自治条例，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准备在10月开议的时提案修法。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地方的标准就该当和中央同款。整个法规的不管是在执行或者是在整个对于莱克多巴胺美猪的一个检验的标准上，我们会跟中央一致。
但是在做法上，我们会来严格执行法律。美国伫进口变作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议会之间的争议，中央就该当和地方政府赶紧协调，定出统一的标准和规定，才袂互民众、业者拢杀无头章。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黄伟铁市长早起是去行市啊，宣传国产猪肉所搭的迄张票仔头，嘛强调讲肉品的来路记载说明，民众的健康自然就有保障。讲到市议会，国民党和一寡无党的议员也要修改驻地条例。黄市长也讲尊重议员的立法权，总是地方的规定啦，和中央有冲突者，就要依法论法来厘清了。大国产猪的使用标准，采白一透早，台南市长黄伟哲就带队夹去传统市场宣导，嘛含大家讲爱用国产猪。如果还没有张贴的，也希望说他们是因为他们要特别使用这个美国猪肉，还是有特别的考量？那消费者也要做一个评断。那基本上有张贴的，我们就会不定期的去稽查。实际问答和一般的民众，大部分的人拢较爱国产猪。我已经卖猪肉卖，我14岁就开始卖猪肉。哎呀，今年68岁了。台湾的一代卖，你还搁卖较进口的。消费者拢固定的，大部分都是固定的，所以我们会固定，因为他们比较接受国产的。我还是会选择传统市场。顶礼拜四，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和无党籍议员做伙提案修正驻地条例，增加300种零检出罚则。针对这点，黄伟哲表示讲，尊重台南市议会职权，不过修订了的驻地条例，敢会和中央的法令抵触？黄伟哲表示会搁再了解。我们尊重他们的立法权，但是地方的法规碰到中央法规是否属于有效，这个部分要请法学专家来做一个处理。黄伟哲强调讲，美猪敢会影响到民众的健康，是市场的机制决定。台南市政府目前就是提早准备为源头来分流，加强标示个检验，让消费者有明确的信息，决定未来美猪进口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美国在台协会 AIT 本地后日要设宴，邀请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国民党的委员去会面商谈。不过，当可能是因为开放美国猪肉、牛肉的代志也会袂得，国民党有所考虑，煞拒绝对方。总是早起后，国民党的立委说明讲，单纯是时间超车的问题尔，因是一定会积极和美国的官员交换意见才是。美国在台协会顶礼拜邀请国民党外交委员会委员伫车站参加 AIT 参会，也毋过国民党外交委员江启臣、陈以诚等5个人全数拒绝，引起外界理由。敢是正式蔡英文政府宣布开放美猪美牛，那出席 AIT 参与，未输去红舌头。他没有说什么摸头的，没有这回事，都是时间上瞧不拢。我们不是拒绝，我们是另外在找时间。整个国际局势时空在转变，国民党也应该跟着来看整个国际局势，不要只是关在自己的象牙塔里。国民党外交国防委员会有江启臣、陈以诚、温菊霞、吕玉玲甲马文君等5个人。团出5个人对敢是出席 AIT 参会，拢有家己的看法。有人认为应该借此表达美猪的心声，有人烦恼出席未输去红舌头，最后才共同决定团进团出，可能延期。不过国民党也发声明，将基于双边友好的前提甲原则，确保美国理解台湾民众的想法，并且就亚太地区互利互惠的可能交换意见。彩排早起，国民党团再次召开记者会，批评美猪美牛议题，批评经济部长一再替美国背书宣传，为了要换 FTA。我们有听到经济部长有提到一个字，我们要的是什么？每一天都在帮美国的谈判代表宣传。你到底是台湾的官员，还是美国人派来的官员？其实不只是民众党党团，包含其他的在野党、国民党跟时代力量，也都表达希望能够越早开议越好。立法院新会期开始，不过议员也未正式开议。国民党甲其他在野党集齐，民进党团一直无开议，是为了闪避美猪美牛的议题，呼吁立法院尽速开议。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卫生福利部已经有公告Rectobamin 这款正肉精安全用稳的检验量，不过你像嘉义市这个国民党执政的县市，依然是咧推动讲一定要完全检验袂到，若无同款要罚。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也开声望讲，中央甲地方骹步都要好齐，才袂互相同夺三担五。参观新创产业，行政院长苏贞昌认真听业者咧紹介。不過講到最近政府開放進口有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嘛公布安全會當食的量了後，也是有地方政府，親像是國民黨執政的嘉義市，伫咧議會提案，愛修正食安自治條例，要求愛零檢出，若無就要罰相關10萬塊。中央甲地方部強調，蘇貞昌是擱一概發聲。對於相關食安一樣的道理，政府絕對嚴格把關，清楚標示。同時，也希望中央地方一條心，大家齊一步做，不要亂了套。唔但美國豬肉的議題，雖然產地問題嘛受到大家關心。蘇貞昌講，敢若有台灣製造的，才會當合作 MIT， 海關嘛會嚴格檢查，只要唔是伫台灣製造的，煞拍 MIT 一定會沒收、銷毀、佮罰錢。唔過嘛，因為趕工課、生產罪案，是保持路檢出2件，雖然工場工作時間超長的案件，呼籲中央愛檢討放零工時的限制。蘇貞昌講，政府並無壓迫業者。我們當初日產只有188萬片，後來謝謝大家努力幫忙，我們已經提升到2000萬片。現在我們徵收也沒有這麼量，所以也都開放可以出口、可以自由販賣等等，大家工廠都已經行有餘力。那我們也不會去逼迫任何一家工廠，對於各家工廠，這個工作的時事等等。當然都會依照相關法律規定。進前陸委會幾屆呼籲民眾唔通參加海峽論壇，不過國民黨要是決定派代表團參加喺中國廈門舉辦的海峽論壇，由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做團長。蘇貞昌講，任何人攏愛遵守國家的法令。這個我不了解，也不曉得怎麼樣他們作業，但國家有國家法律跟政策都有相關說明，希望任何人、任何政黨組織都必須遵守國家法令。國民黨認為講，目前兩岸有真大的風險，包括一克法若是無繼續落去，對台灣的產業會產生風險。另外，兩岸若敵對，造成佇咧中國的台灣人愛面臨着各種的挑戰。因為安尼，堅持兩岸愛持續交流甲對話。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外交部早起舉辦今年度亞太安全對話會議，蔡英文總統出席致辭，也提起台灣面對威脅，就要擱加強和印度太平洋地區四邊的國家談判往來的關係。美國白宮進行一個國家安全顧問演講的中間，唔但批評中國壓迫人的作風，也講要鼓舞愈濟歐洲的國家，就要加和台灣互相合作。最近台海局勢嚴峻，外交部甲國防安全研究院舉行亞太安全對話，邀請亞太地區專家甲學者就台海安全、南海議題甲後疫情時代區域合作。總統蔡英文除了表示，這個疫情讓國際社會知影台灣會當鬥相共，嘛以香港做例，強調講自由甲民主可能會像倒頂年柑共款，真輕鬆就互奪走。面對威脅，必須愛強化印太地區的東華關係。The rapid militariz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ncreasing and frequent gray zone tactics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East China Sea, coercive diplomacy used against countries and corporations, just to name a few, are all destabilizing the Indo-Pacific region. 蔡總統嘛表示，美國是咱區域合作真好的同伴。前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麥馬斯特也受到邀請以時事的方式來發表演說，嘛講到中國共產黨透過疫情的擴大行動，破壞區域和平穩定的發展，台灣應該愛去互國際看到。We should amplify Taiwan's voice in international fora and on vital global issues. Taiwan's success as a thriving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 economy provides a powerful counter to Beijing's authoritarian mercantilist model. 另外，媒體嘛問到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奇訪問台灣，所受到中國的威脅。麥馬斯特嘛講，無歡喜看到北京這款霸凌的行為。韋德奇訪問台灣是正確的，希望看到更較儕歐洲的國家甲台灣合作，和中國為了反對頭殼摸咧小哭哭中。記者綜合報道。
再来讲，早起新北市侯友宜市长讲到劳动局当地咧加强清查翠暗工厂，劳工加班敢有过头？伊也表示讲，无论各行各业，劳工作业的情形，市府拢会关心。听到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咧讲，地方和中央针对美国猪肉的标准都要一致。侯市长也应声讲，源头若当方卖开放，下底百般就拢无问题。伫开球仪式担任打击手，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新北市市长杯3级棒球锦标赛，提倡棒球运动风气。针对新北翠暗工厂超时，目前已经开返两件。劳动局除了将全面清查翠暗国家队敢有超时工作的情形，也建议中央检讨放宽工时。对此，侯友宜强调，毋但清查翠暗国家队，同款关心各行各业的劳动情况。在我们的劳动的休假以及工时的问题，我们要重新去务实的看待，到底有没有按照我们的劳基法的规定来走，还是要不断的针对这个口罩工厂全力的加强查。为了防止国外不良翠暗南做进口到台湾，改做 MIT 伫市面上卖，侯友宜呼吁中央地方联手合作。但过伫 VDA 议题上，中央地方却无强调，未将南亚县市坚持零检出。卫福部长陈时中无认同一国多制，表示若讲买一个 VDA 白骨便当，跨县市就违法，毋是真奇怪。侯友宜回击，一旦开放关头，互 VD 入来，敢会当做合备关系？两个人互相批评，会有味杂着。源头只要堵住了，就没有底下的问题。源头你不爱回卖入来，那你既然进来了，你能够把关得住吗？其实无法度在消费的末端，全力的万无一失的堵住。新北市原本无打算要订定驻地条例，也毋过嘉义市开出第一枪，有计修订驻地条例，只要检出猪肉含有3码精，就算符合中央安全容允量，有权开罚3万至10万。侯友宜改变关心的态度，讲到新北市党团也有提案，以乐观其成。另外，敢会比较台中市用党法？侯友宜强调，党团有权伫咧提案阶段。记者综合报道。昨昏行政院嘛调集相关的部会做伙，要求加强清查，敢还佫有中国籍翠暗南参入去交会，互国家运用以假乱真的情形。另外嘛决议讲，为着要互民众愈认的明，别日国家统一调度征收这翠暗，顶头所长的更印字幕内容拢总有要统一，按算这礼拜就会公告详细。要求早起到民众排队要买实名制翠暗，随望前一日发生嘉利科技摕中国翠暗南入国家队医疗翠暗的事件，不过大部分的民众对国家队的翠暗也是有信心。有检查过，但是没有拿到那种特殊的那间厂商才会进那一个吧。嘉利翠暗开放药局晚会，这4天落来已经回收超过143万个，其中以新北市上济，过来是宜兰甲台北。若是目前国家队翠暗外站供应的字，并无统一的规格，有的翠暗是印 NIT， 有的翠是印家己的品牌，要求甲部分民众拢认为讲，国家对实名制翠暗更印的字应该统一提高辨识度。统一这样子的钢印字样的话，民众也会比较少掉一层疑虑。民众经过嘉利口罩的事件来说，他会恐慌。像我也遇到，他不是印 carry mask， 可是他就是拿着完全没有 MIT 的钢印，他就会担心说，那你这个到底有没有问题？为了避免这款的事件搁一届来发生，经济部伫咧行政议会报告，而且通过决议，未来国家队生产的翠暗拢会有印 NIT 还是 MD 的更印，细节的部分预计最近的公布，上近半个月以来实施。我想不会到那么久了哈，我们尽量快啊，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清楚的选用我们国家口罩的国家队的口罩了哈。那希望能够把它标示清楚，让大家能够安心。另外，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表示，目前已经支持检调查办市面上感受业者甲中国非医疗级的翠暗，但伫国家队的翠暗内底，到目前为止，敢若查出嘉利科技一件违法，其他国家队的业者无违法的部分，毋过有查到业者进口非医用的翠暗，第入去医用的包装，但是无伫咧实名制通路来卖，敢是超过的南参要来趁钱，检调也搁伫咧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讲，健保署公告讲，民众手术的时自费咧换8款医疗器材，病院收费袂当超过各专科医学会所定出来极端上界悬的数目。不过，当消费者基金会这边介绍一个比，才发觉这的器材费用有会差3倍外，有会差到正10万。因若望讲政府唔通干那放互医学会家己定价，就要加强管理才是。争议真久的健保自费查验8大类特赛管理制度，目前确定由相关医学会替各功能分类分别定定极端值。健保署嘛，拄9月初一开始改换采用医疗医所收费极端值的管理。消基会对健保署比较网所公布的数据去做查验的排名，结果发现讲人工心率调节器同款的调节器查验要加3.48倍。政府组织心脏瓣膜病院查验，伫咧92500块至62726块，是达到1.28倍。医疗特采这个部分，真的它的价差实在是太大了哦。健保署所公布的内容里面呢，竟然对于所谓的极端值不愿意公布这个数额，竟然对于超过极端值的医疗院所不愿意公布这个医疗院所的他们的医院的名称，让我们民众知道嘛。消基会表示，健保署甲查验医材极端值交予各专科医学会来定定，这根本就是救援检查判的做法，失去政策的正当性甲公平性。健保署嘛无愿意公布极端值，也是倒一寡病院超过极端值，无顾民众知影的权益。若是民间团体嘛讲，一般民众若是要动心脏类的重大手术，因过拢会经家己较熟悉的病院，根本就无可能就网络比价了后，就因为查验走去其他的县市动手术。同样层级的医院也存在1倍、2倍以上的价差以外，甚至在不同层级的医院也没有出现像医界讲的，好像医学中心大医院就会卖得比较便宜，小医院就会卖得比较贵，也就是在其他不同类别的差额给付的产品里面都有极大的价差。因为过去是没有极端值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是会希望院所我们辅导他来修正，公布在我们医材比价网的部分。健保署嘛表示，健保特采极端值，拄9月初开始有1个月宽度期，等待各病院资料传回来了后，若是医疗医所所采购的介绍真的比极端值更较悬，卖去辅导了解其中的原因了后，再个甲上正确的经验藏起咧网络，提供予民众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健保署讲完，咱来看文化部。文化部推出第2批纸票印刷的艺放券，计共有60万份。登记的条件是头一批抽无到遐65岁超过的老大人，还有未满10岁的少年家，甲身心障碍的民众。今日李永德部长经过律师的见证，也已经公开抽出有通得奖领券的人选了。登记结束的时，第2批艺放券已经超过250万人登记，比较头一批抽到奖的机会有6成3，这边抽到的比例是无甲3成。得奖的人选包含生日的日子，拄好对到新历18也是30这的民众，自明仔载开始就通去便利商店领券，使用期间会当到明年的2月底。文化部讲完，咱来讲交通部出国的禁止令，唔知到何时才会收煞。国内真侪大间的旅行社单位着要减少消磨，拢已经开始咧关各地头的分店，因为店租人员的薪水种种，开销实在是密死。面对这款情形，交通部林佳龙部长也表示讲，会搁加编12亿落去支持旅游业转型做智慧型的观光，甲网络数位的经营。也有帮旅行社全台湾17间门市要甲7间关起来，总公司证实会以门市人员的意愿清掉其他门市，或者是依法租客。也有帮表示，关店了后，逐个月仅仅是店租的成本，才会当成100多万，对这个时阵各伫咧动的业者来讲，嘛算是有帮助。我们全台湾本来就有17家的直营门市，那我们现在也缩编到只剩10家门市。那未来的实体门市的展店计划的话，主要会以加盟的形式来做发展。向西旅游嘛调整布局，到年底计划甲30间实体门市关起来，到时阵差不多剩50间。业者嘛坦白讲，目前敢若剩国内旅游来门市驻村的人真少。针对这波旅游业实体门市关店的代志，管局回应讲，这属于业者的转型布局。不过今年到目前为止，国内已经有48间旅行社解散，旅游业确实是疫情海啸的头一排。那当然，在这一个停业跟解散的家数是比这一个去年略微增加，因为去年是43家，那目前这个已经来到48家，目前现在还到9月份而已。我们也支持做智慧观光跟数位转型，那编列了大概将近12亿元。从我们的这一个特别预算还有就是前瞻预算
跟未来的台湾观光2025年的一个中长期的计划的预算。交通部讲，疫情的冲击比原本预计更较久。除了等待立法院开议新查纾困3点空，交通部卖半点钟登记的预算，并在12月来支持旅游业，对好趁疫情的时阵来进行所谓转型。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大消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早起面对记者是无直接回应讲，为怎样顶礼拜日香港的警察竟然会甲一个才12岁的查甫囡仔地点涂骹这款问题。不过讲到人民力量迄党的副主席谭德志去互警方用发表煽动文字的罪名抓落角，林郑月娥是讲抓人是照香港的法律行。香港政党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初六去互警方以涉嫌发表煽动文字来抓起来。有香港法律学者认为讲，相关法律是市民第2代告发这个条文内容过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初八早起回应讲，若是有关法律也是有效，执法部门能会当应用，嘛强调讲支持香港人享受自由甲人权。Exercising of some of the rights is not without limits. For example, in terms of freedom of speech, it could be limited by law under certain situations. For example, in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ensuring public order, for public health reasons, or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reputation of another person. 若是初六伫咧旺角西游菜南街，一个12岁小女去互防暴警员制服，而且用骹头乌压制伫咧涂骹。小女的阿兄伫咧边仔想要甲伊保护，嘛去互防暴警员诱开。针对这件代志，林郑月娥并无直接回应。小女的妈妈看到鸦片了后，除了感觉真唔甘，嘛不满警员的做法。我真係好明顯係驚，咁佢想走開。即係我相信係咁，但係問題就係需唔需要佢係另外有個防暴喺第二個方向行埋撞低佢、撳低佢咧，仲好似用個膝頭壓住佢咧，我覺得係唔需要咯。若是中國強調講香港是實行行政主導，唔是三權分立，引起香港人不滿。林鄭月娥強調講，可能是宣傳報告，或者是有人調故意要炒作，要引起社會矛盾。我上個禮拜咧，我都係咁講嚇，出現咗呢個現象咧，可能係嗰個宣傳教育不足啦嚇，呢個永遠都可以做好啲嘅。無論喺憲法、基本法，以至到而家嘅國安法，都係需要有一個好嚴肅、好認真嘅公眾教育。有啲人係即係居心叵測，咁係中意攞呢啲事咧嚟到去喺社會上去引起一個矛盾嚇。另外，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初七尾暗伫咧港鐵站外口抗議普遍體檢的制度，是去互警員用感覺式的貼布圍條例，佮講因違反限聚令。若是9月初開始的普遍體檢計劃，到初七暗時7點，已經有119.74萬人進行檢測，總共找出16件的確診個案。記者綜合報道。再來講，中國和印度的兵馬佇邊關對峙，緊張的氣氛已經超過3個月。昨中國的解放軍這邊又閣講，印度兵仔野槍出來彈要威脅人。不過印度媒體是報道講，分明是解放軍大勝可稱。總是9月初10，兩國的外交部長有機會會當會面，可能也會就邊關的問題會談交換意見。中國甲印度的軍隊佇咧邊界對徛超過3個月，頂禮拜兩國的國防部長才佇咧俄羅斯莫斯科進行非正式的會談。不過緊張的情勢顛倒是閣加懸，而且閣發生從1975年以來頭一屆實戰的衝突。中國新聞網初八半暝發表文章，引用解放軍的消息指出，拜以印度的軍隊非法下過線，還閣對中國的邊防部隊對空中開槍威脅，而且還閣指控印度做出真惡質的軍事起訴行為。印度亞洲國際新聞社嘛報道，拉達克東部的實際控制線傳出槍聲，不過因並無講是啥物人開槍的。文章當中指出，印度的軍隊佇咧班公河的南岸是較佔贏面，因為因摕到戰略的制高點，會當阻擋想要下過界的中國解放軍。因若近日印度這間媒體是引用政府的消息指出，拜一暗時中國先開槍，印度這邊才會開槍甲因警告，不過情勢已經得到控制。兩大有協武的國家佇咧拼場，除了6月份佇咧交灣區發生幾10個中國甲印度的軍人佇咧衝突當中死亡的消息，8月底佫發生一個印度種族的軍人去踏着地雷爆炸來死亡。由中國帶頭的上海合作組織，初10會佇咧莫斯科舉行外交部長的會議，到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甲印度的外交部長蘇吉生，真有可能就邊界的問題進行會談。記者綜合報道。
咱再来看新加坡歌台的表演，这就袂输咱台湾民间热力场的暗会同款。讲起来是真有大众文化的特色。总是今年因为武汉肺炎来所致，拄当中原的时阵咧举办大型歌台的表演，只有是换转变做网络直播，加在人气有完无退，收看的人是满满是。来，我们一同来欣赏《一生挚爱》。穿着全身躯黄色的表演服装，歌手登台演唱。每一档的中元节，新加坡的歌台业者拢会举办传统的歌台活动，表演给往生的人看。过去活动举行的时阵，拢会用实体歌台，给歌手会当甲观众互动。今年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转做网络直播演出。虽然吸引真侪观众用网络看，不过有真侪人希望会当恢复实体歌台。那希望明年我们就可以在像之前这样，在当场这样大舞台来表演，然后有那个宴会，这样就比较热闹，希望这个病情能够很快的结束。早伫4年前，新加坡的歌台业者就开始经营网络的演出。伫新加坡疫情开始退了后，就完全禁止歌台演出，实体歌台拢总转做网络表演，影响真侪歌台艺人的收入。算嘛，互网络的观众增加袂少，甚至是有国外的观众捧场。其实我们这么做呢，我们也希望有朝一日，当歌台能回到实体的时候，回到我们以往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这些在网上的、在线上的观众呢，可以转为我们的实体观众。新加坡的歌台表演是一种传统的晚会型舞台表演，嘛是当地特色文化之一。每一个月拢有上百场的歌台表演伫新加坡国内演出，特别是一年一届中元节，一个月会当有到500场的实体歌台表演。唔但娱乐的气氛真好，佮有酬神拜好兄弟的意义。部分表演的观众区，佮会甲上头前的一排位置当作是特别贵宾位，提供给好兄弟使用。记者来从今日报道。当来关心国内各地头的消息，昨暗11点，高雄一个驶乌轿车的民众，先伫咧小港区的沿海一路弄到2只乌托拜，再搁伫中山4路甲大业北路的路口，对一台当咧挡车厢顶的计程车撞落去，对方车顶的运将甲人客煞拢做一个不幸。是讲这个驾驶人都验无酒精分，莫非是因为食毒，还是啥款病症发作才来失去控制？当时就要搁调查详细。半暝的时阵，停伫咧车路上外口边的客停车，甲其他的轿车做伙伫咧等车厢顶。不过煞随后后壁一只乌色的轿车用真紧的速度落落，客停车规台捍卫头前去，车顶的司机甲乘客受到重伤，救出来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的现象。撞击临停红灯的计程车，造成计程车的驾驶跟乘客死亡。客停车的后车厢已经轰动甲外高起出。零件甲也是落甲规涂骹，受困的58岁姓姚的司机，还佫有47岁姓谢的乘客，经过抢救也是救无倒来。因若弄到人细心的驾驶，目前是送去加护病房做治疗。撞击那个临停的计程车，关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从监视器画面来看，是沿路行驶，是没有减速的迹象。这个车祸发生伫高雄小港区，才是暗时11点左右，弄到人姓沈的男性驶乌色的轿车停伫沿海路一段，弄到路认识了的骑奥多拜的男性了后，续来佫弄到另外一个姓陈的骑奥多拜的男性，规个过程当中拢驶真紧，一直到尾手到中山路甲大业北路路口，弄到这台停车场顶的客停车才停落来。警方调查，这个弄到人43岁姓沈的驾驶，平常时也是班车的工人，车顶并无放违禁品，车祸了后的酒测单嘛是0。不过伊捌因为样险去看医生的记录，目前是向过失致死甲肇事逃逸罪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台北市松山区一搭托婴中心发生有老师用过出手地，佮有卡头壳遮的动作，逼幼囡仔都要乖乖听喙的情形。但市府的社会局也表示讲，这间托婴中心去年评鉴就真歹，也已经提出准公共化幼儿园的名单。但若佫发生虐待案件，主管机关一定会积极调查出实情。那如果经过我们调查，他真的是有不当照顾或是有虐待儿童的行为的话，那针对托育人员的个人会依儿少权法49条做裁处，就是可以罚6到60万。那对于业者呢，他也是有不当照顾行为的话，也是会被罚6到60万。那情节严重的话，这家业者可能会被我们命他要停办，还要公布负责人的姓名。
对镜头内底看会到讲，托婴中心的老师用过手袋要逼幼囡仔紧困落眠，甚至佫摕布毯啊，甲囡仔面盖好掉，就直接行开骹。另外，都有对囡仔脚头壳、拍大腿种种虐待的情形。当社会局若是调查事实，上当时会当下令这间托婴中心停业。咱过来讲，国中国校已经开学，但就有历史老师指出讲，8年级新的历史课本内底，中国上古、中古时期的内容是大大减少，就连三国史记这段落，当下煞拢总找无。不过教育部潘文忠部长也有说明讲，新历史课本的用意是要学生了解全世界同一个时代一角头一角头局势的变化。编开历史课本读重点知识，也毋过因为108课纲将中国史改为东亚史，所以今年8年学生的新课本，中国上古甲中古时期的内容会大大缩减。因为上古在国小就教过，所以这次直接从下商周开始，我觉得比较有趣一点。越靠近我们的，应该要了解这个近代的发展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很有名的帝王，他历史课本里面才一行多，我觉得这蛮可惜的。对课本内容的编排，学生拢有无同款的看法。编开新课本，商周甲隋唐的国家甲社会内容4下就结束，变成民族甲文化。2000多年的历史用1000多年就讲完，部分教科册也找袂到过去常看的史记、汉书、三国史。有历史教师出身的高中校长指出，过去是以政治史的角度讲朝代的变化，今嘛注重的是为文化史出发。少一点的历史知识的背诵，多一点的历史的理解，在古的部分少一点现代性跟近代性强一点的话，那孩子在学历史的时候会更有感觉。会以核心的主题来作为主轴，以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性，在这样的课纲引导之下，他当然会做这样的弹性的编写。国光院指出，今麦的8年历史教科册依照108课纲编写。当然，会甲过去的版本无相同。另外部分的教师这期课纲去中国化，教育部长潘文忠也做出回应。历史的课纲并没有所谓去中国化这样子的问题，反而是在引导孩子，是在分异之间，让孩子可以彼此去了解到这个交互的关系。潘文忠指出，过去课纲在历史方面都是采用明确分析。不过，无论台湾、中国还是世界史，拢爱更加注重世界国际间的互动，所以新课纲强调分析之间的关联性，希望学生为课本中培养探索甲问题解决的能力，成为世界公民的涵养。记者综合报道。换来讲，花莲县万英乡的红叶部落，因为地下温泉，近来也引起外界一直有要运用烧气来发电。但有一间已经摕到官府核准施工的公司，近来开始咧钻土骹探查。不过因为也无得到在地原住民部落的同意，但是引起众人抗议，要求要即时停工。为了要让部落族人更加了解地震开发对部落的影响，红叶部落特别召开部落会议，邀请包括县府建设处、原民处，也有乡长列席说明。不过开发单位无受邀请也出席，让族人真不满。大家的共识啊，几乎全部了哈，都说就是不要让他进来，我们不要这个探井地热。我觉得你要尊重我们那个原住民的传统礼仪、自然主权嘛。部落族人烦恼，部落会议变成业者的说明会，就要求开发单位离开，也不过业者强调，保证只是钻探，还未开发，而且是伫家己所有的土地上，所以并无适用原基法第21条，需要取得原住民主相同意。按照原民法第21条的话，其实是在公有土地上面要进行地热开发的话，要经过部落会议。对，但是因为这个是私人土地，所以不适用原民法第21条。县府建设处表示，开发单位因为申请资料齐全，所以约定6月初10到明年6月初9是施工期。不过，针对所有土地，敢是爱出地原住民主相同意权的部分，是希望业者加强甲部落族人沟通。即便不是公有土地，在私有土地的原住民保留地开发，影响所及，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部落居民的生活跟环境。我们都会强烈的建议我们的开发单位要主动的、积极跟我们乡亲做说明哦。
乡长表示，这个开发案业者拢是直接向县府申请，公所并无决定权。也毋过部分租钱已经向县府提出撤销钻探、加停止开发地质等两大诉求。但讲无进一步回应，不排除发动更较大的抗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目前法律所规定，起伫咧农地者的中度还是高度污染的违章工厂，明年3月20进前都要转型，还是提出迁厂、关厂的计划。啊，毋过环保团体当时烦恼讲，这个工厂的名单，经济部根本就无对外公开，敢会期间超过了后，这款工厂又原伫咧运转，又原伫咧继续污染农地咧。这是非常新鲜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就是呈现有点这个绿色的。破开石蚵仔，色水却毋是纯的有灵色，而是偏浅色。中华关环保人员指出，这是因为鹿港杨仔厝溪挖出来的新鲜石蚵仔，也毋过溪流附近的农地长期被违章工厂占据，业者会将废水排放到杨仔厝溪，怀疑石蚵仔也当年受到重金属的污染。大家现在都在担心美猪的这个瘦肉精，我们可以不吃猪肉，但是我们吃这些渔产、吃这些蔬菜，你觉得安全吗？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大的这个食安危机。虽然经济部预计今年3月新版的工厂管理辅导法和制定处罚，伫9月初2公布中高污迁厂原则，要求农地上的中高污染违章工厂需要伫2020年3月20起2年至6年之内完成转型迁厂还是关厂。不过环团表示，目前只知影有1153间工厂需要配合，不过经济部无公开确实的名单。外界安怎会当知影业者敢有拆迁，最后敢是会阁演变成就地合法？所以我们真的会很好奇，政府到底在怕什么？还是因为政府怕得罪厂商，最好这些工厂都不要被搬迁，不要有人监督，所以不要公开。必须在我们所定的期限要来做这一个转型迁厂或关厂，如果没有达成，就是要进入到停止供水供电的程序。今次公开业者名单，经济部回应，名册会交予县市政府处理，也毋过未对外公布。官员讲，公布都无符合法律原则。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国内目前的彩妆品有70%拢是对国外引进，啊，毋过无论店头咧摆，还是网络咧卖这化妆品，真侪拢有标示不明的问题，甚至阁有的加药妆的成分，嘛是无摕到卫生福利部的许可。但新修改的化妆品卫生管理法律已经有加强约束，要求记载详细。毋过有化妆品的业者指出讲，进口的管理才是大要紧。这款的美药霜商品的标示无完全。原本的成分有70种，但是英文标示敢若有7种。佫有这个防晒棒是特定的用途化妆品，原本标示有78种，但是英文标示成分敢若有13种，嘛无维护部许可证的2号，但却伫实体开架式的店面来卖。防晒必须是药用，就是特殊的一个用途的化妆品，它也都没有任何字号。像这款国外进口成分标示无清楚的彩妆保养品，伫各种通路会用常常发现。这是受到起草量能的限制，无法度每一件查出来，而且开发。卫福部食药署表示，新修订的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要求全部拢爱标示，而且爱强制上网来登录，同时提关罚款，上关是100万。是从明年开始，所有的化妆品都必须要上我们的系统平台去做产品的登录资讯档案。其实这个部分就是要知道说这个产品的全成分啊，或者是它的一些制造的状况跟产品的一些状况。妆品业者只是表示，政府严管国内妆品制造业者，进口妆品的管理却无严。明年7月上路新修订的法规有好处的效果，但是真正需要的是落实边境管理。台湾制造的这些产品的要求，那厂商的遵守情况，其实逐年的一直有在进步，而且蛮完整的。那也希望同时在针对进口的部分再加强。你不可以说厂商可能不懂法规，要求。我们在稽查的频率要提高啊。标示不清楚的妆品出了问题，无法度来追查，嘛会引发过敏的问题。食药署官员表示，民众咧买时要确定妆品面顶的封单是毋是有标示全部的成分，药妆要有许可证的2号。但是未来新法上路了后，若是无配合强制登录，是毋是拢会认定违法开发？只是无一个明确的答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今年全国机能竞赛9月就要举办，咱来看参加优测装潢这门的选手蔡玉轩同学，是自细汉就爱画图，高中1年时为着比赛，一天阁训练12点钟，讲起来有影是真系苦心。
认真练习油漆，伊是蔡玉轩，因为伊要参加伫9月举办的第50届全球机灵竞赛，逐工到练习场练习12点钟，就是希望伫比赛时有好表现。练习一整天下来，然后会觉得很累，然后身体会用得很脏，然后手可能也会渐渐的变得粗糙。但我觉得这都还可以，就是去克服，而且就是整个做完之后看到成品，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为着协助少年朋友培养专业机能，劳动部每年都会举办全球机能竞赛。尤其最近这几年，因为性别平等的意识受到重视，嘛愈来愈侪女选手参加较粗重的一类，打破传统的印象。以往出众的职类都是男选手居多哈，那这一届我们有很多的女选手参与出众职类的比赛哈。那只要他们锻炼好这个身体，然后心理的抗压性够。那我想，女性选手在出众职类的表现也不输男性选手。新时代的观念改变，让大家对各种工课接受度变悬。尤其参加比赛选手，只要伫全国竞赛摕到各一类的前3名，就会当保送国立科技大学。各选手嘛拢把握最后练习的时间，希望替家己争取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咱来怀念打狗乱歌团的主唱严英玲，9月初5暗表演到一半，所以你心中的高扬熊熊倒落去。严英玲过去捌摕到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奖，实在是一个用歌声关怀农民、用创作疼痛台湾的歌手。咱啊，做伙搁再来听一摆伊的歌声。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今日孙仔大家出头天。留着长头毛，穿插真凊彩。严英玲的声音是轻轻真温柔，歌词内底对台湾的爱，却是逐字拢是真真切。伊讲伊的音乐拢是为农民而做，伊无想要甲阮对写出歌词，只希望为社会注入更加多能量。我嘛是对着无公平、无好的物件，我嘛是会干叫啊。但是我感觉讲，这应该有人专门做遐个代志。我的部分就是甲温暖这地做好。我无爱。我遐拍拼，我遐爱音乐，我遐爱创作，我搁去将我的情绪的物件写伫迄内底，我感觉较无彩。打狗乱歌团成立在1997年，其中的乱是出名台语的乱这个音，亲像严英玲对台湾的爱恋，坚持本土创作加母语歌谣的伊，毋但2摆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演唱人，更加以台湾一家弄出来，得到第21届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奖。我的音乐都是帮农民做的，所以我希望，不管你是不是像阿美姐那么大牌的人，都让我们一起跟台湾农民加油，好不好？自称爱好国民歌手的严英玲，在台南出世，拢是躺只脚，提一支吉他伫创作。而这种精神甲做法，敢若亲像农民伫大日头下点点拍拼伫种田。伊在2年前做过心脏的手术，尽管身体有状况，创作依然无停止。有时候我们非常累的时候。要困啊，但是有人一直甲你弄忙，一直甲你弄忙，你该较紧开写，你该较紧开写，你心内有一个声音。阮恒春有一个较好的方式，就是叫做歌灵啊，歌它本身有灵魂，它会来找你。严英玲原本有加在初5的表演场合，要来发表专属万丹的创作，无想到也袂好演唱就来加薪。伊的朋友讲，抒发前2天就听伊讲，有伫注意家己身体，想要加唱较久一点嘛。不过可惜的是，伊这个心愿即阵只好寄托在伊的歌声中咯。树下双下去。这台灯盘的，迄这一出过一出路，这个酸甘甜。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屏东县枋寮交德国校的毛笔课，真特别。书法老师李明宏是用现代艺术的方式，教学生用国画出大大的毛笔字。学校开这款课，也是要培养囡仔艺术素养，佮望因会当练就安定心灵的功夫，啊，佮有学会晓变巧，对传统中间行出新的路途。那纸张这边我们今天管过啊。独特拍写落的屏东枋寮交德国小的学生囡仔，上毛笔课假使传袂少。老师和学生啊自由发挥，写毛笔变甲真好耍。新写字的笔画刷落来画字的外轻，才可用印的印做一幅作品。在之前我是很讨厌
静态画画。那现在就是接触到说法之后，我才真正发现说，其实有些事情去尝试之后，才会知道它后面真正的意义。感觉就是有点难，因为我就是那种即兴，然后就画立刻变得很漂亮。大大字来写帮了在地民俗农产的特色，台北拢有囡仔家己的创意伫内底。在地的书法老师无用传统来教毛笔字的方式，顶多是摕现代艺术和传统来夹做伙。因为传统的书法在教的时候，我们也会面临到一个瓶颈，比如说小朋友没有那么专心。那小朋友我发觉说，他们写大字的时候，他的呈现的张力很活泼，那种线条就会超乎当时的所想象。那这也是传统书法里面学不到的。壁顶的作品就是学生认真创作的成果。学校长期来培养囡仔的美学素养，望因有成就感，会当培养静心的功夫。上重要的是学会晓变巧，为传统行出新路。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9度到34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9度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29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29度到33度。金马平湖27度到32度。感谢继续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这阵仔的天气暗时开始会凉冷，因为这季已经来到白露啊。今仔日咱要讲的词就是白露。白露汉字写作白露，罗马字写作宝诶白，罗乌罗，白第8条。露第7条，白露差不多拢伫新历9月初7到初9迄卡兜。这个时阵呢，透早时啊，厝外的涂骹也是草啊、叶啊顶悬，拢有真侪露水。这是因为前一暝暗时啊，气温初低，水雾建造露水掉伫顶面呢。所以这季来到白露，早暗会较凉冷。加日时的温度增差较济，弟弟妹妹，你若日时啊足热，穿较少啊，早暗都爱加套一领衫，较袂去冷着哦。白露这个节气，拄好是猛冬挂季的时阵，就是第2期的稻作开始生出稻穗，因为雨季拄过，稻啊需要露水。才会有够野的水分，通顺势大长。俗语讲白露草甲地后，意思就是咧讲白露过了后，较无雨水，草啊就会自然高大。伫白露这个节气，要安怎来预测天气？真简单，只要白露一天，透南风，像安尼。安尼，咱就会当知影，日后会强在落雨，涂骹不时就会澹澹。有一句俗语，白露蓝，10日9日淡，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会使记起来，等白露迄阵啊，观察看卖就知。白露即阵嘛是油啊、鱼啊、来啊、加卡白笋，当咧大出的时，还阁有桂花。这时嘛开甲真水，市面开始咧卖月饼，一面食好料，一面赏花，真享受。钓、白露、露水、焖冬、挂龟、白露草、家己熬、白露蓝、10日到日淡。早暗凉凉，爱记得加烫一领衫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